喂，嚟到星期日啦，繼續肥蘇足球世界嗱，醒神好多啦。所以琴晚咧，即係啲網友咧、啲朋友咧都有 PM 我啦。喂，真係疏乎咯咁啊！真係點解會咁疏乎咧？3場視頻，咁啊，另外1場嘅文字版全部方向正確，搞掂食碗麵。喂，文字版犀利啦，連續3日都搞掂。阿比羅比錫輕輕鬆鬆2球擊敗多蒙特，咁至於視頻號更加添啦。喂，嗰場嘅曼城對住白禮頓，上半場已經3球，下半場48分鐘已經搞掂第4球入波收米㗎啦。好啦，咁跟住 AC 米蘭叫做跌蕩少少啦，咁但係最終都成功搞掂。咁啊，至於尾場嗰場，唔睇28啦，直情基羅納對住華倫西亞又係下盤搞掂晒啊！好啦，今日繼續3場啦，視頻號就先嚟第一場就大家比較矚目啦，英格蘭聯賽杯決賽。咁就紐卡素對住利物浦嗱，呢一場咧好簡單啫，即係兩隊都係熟悉嘅對手。咁究竟邊隊着數啲咧？咁如果你牌面計咧，就利物浦梗係着數啲啦。第一個往績啦，往績上 OK 啦。對住紐卡素近年咧都係食住對手嘅。再者陣容上啦比較完整啲啦。雖然利物浦都有些微球員受傷，好似阿諾亞 TA 啊，或者巴特利都話有啲小傷啊，高美斯等等啊。但係如果你話喂，計影響計啊，紐卡素嚴重啲，咁啊保特文要做手術啦，咁另外賀爾啦，最關鍵就係佢嘅進攻點啊，就係哥頓呢場波係要停賽，所以冇咗哥頓咧呢個進攻發動點咧個影響真係幾大啊！嗱，相反利物浦咧，我覺得咧，雖然大家話喂會唔會俾歐冠出局影響咗啊咁樣，嗱，我覺得一支強隊一支班霸球隊咧，絕對係需要經歷呢啲咁嘅狀況，同埋係懂得點樣應付呢啲狀況，應該咁講。咁啊，利物浦我相信咧，就係今年咧，大家會覺得哇幾善作戰，諗住歐冠都有台戲睇下啦。但係點知都冇辦法，因為對手其實我相信利物浦都承認，第一對手打得好，第二2回合都係打和，互射12碼之間輸，咁亦都冇説話好講啦。所以我覺得喺休整之下咧，幾日之後咧，應該都調整過嚟㗎啦。再加上利物浦今屆有幾個球員咧，預計可能離隊嘅情況下咧，喂，捧得一個杯得一個杯啦，係咪先？咁啊，真係依場波，所以我自己對利物浦應該覺得個信心係夠嘅。好啦，咁另外一場咧就係嚟自法甲嘅，亦都係傳統嘅國家打比，正正就係淘汰咗利物浦嘅巴黎聖日門對住馬賽啦。其實好簡單啫，法甲嘅嘢係咪先？你睇下而家嗰隊聖日門啦，其實同當日尼馬嗰隊麥巴比嗰隊都差唔幾嘅咋。真係佢認真踢，真係肯踢，咁其實就已經好容易就贏波啦。只要你要睇佢哋肯唔肯踢啦。咁今場波我覺得乘住淘汰利物浦個勢，加上喺主場，再加上希望盡早嗱臨，喂，掃多幾場搞掂，穩定咗個錦標就專注歐冠啦。等等嘅因素情況下咧，應該同埋你睇到嗰班波真係立唔住嘅。呢輪真係呢輪我睇邊隊對住佢，唔好話利物浦，其他隊對住都係難搞嘅。咁啊，所以今場波咧，對於巴黎聖日門嘅信心咧就係好滿滿嘅。咁啊，最後拉丁王子點會唔去到巴西啦聖保羅錦標賽嘅決賽啦？咁啊呢場咧亦都係好熟悉㗎啦，大家同州嘅比賽啦，係嘛？彭美拉斯對住哥連泰斯。嗱，彭美拉斯表面上咧就高啲嘅，因為近年嘅巴甲啊，或者各方面嘅戰績都比哥連泰斯好。但係我都再重申嗰句啦，近年咧因為太多好球員走咗啦，譬如安特力啊，另外仲有幾個啦，即係古香美啊等等都去晒歐洲啦。咁其實球隊個實力係相對係有啲影響嘅。咁相反咧，哥連泰斯經過咧一個好有經驗嘅領隊阿迪亞斯執教之後咧，球隊就回穩咗。嗱，雖然喺南美自由杯出咗局啊，但係咧冇影響㗎。我覺得呢場波嗱，雙方咧其實5-5波就唔係爭好遠，而且哥連泰斯嗰個型格啊，呢隊波型格主要打防反嘅，所以咧彭美拉斯未必有好大嘅勝算嘅。所以呢場波咧，我覺得咧喺段時間內咧應該咧係入波少嘅啊，無論邊條勝負都好啦，我覺得入波未必多嘅。咁啊，所以希望今日3場提供亦都可以順利嘅幫大家收米啦。咁另外視頻號都有㗎嗱，你哋自己唔 like 啊，你哋啊唔好到時又話哎呀你唔早通知我肥蘇，哎呀原來你日日都有推介，係
講完啦，係咪先？喂，日日拍視頻，日日俾文，喂都仲唔夠啊？你哋唔支持，你哋收遲咗或者 miss 咗，真係關人啊！